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这2天天气真好，高雄市伫昨嘛已经出现33.9度的高温哦，也毋过欠水嘛愈来愈严重。市民要到路，气象专家嘛讲，落雨的机会是无介悬，提醒民众备忘点过就要细腻。天气真好，出大日。这2天全台甲外岛大部分是好天随风的稳定的天气，而且下晡1点40分，高雄月霾也来到33.9度，真悬的温度。只是天气稳定，却是对水情不利。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除了遮方面甲东半部以外，其他地区落雨的机会依然是真低。那未来这一周来讲的话，其实水汽上来讲都是比较偏少的哦，所以只有在迎风面的这个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些不定时的一个降雨的情况。而下礼拜就是清明，不过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恐惊无得看到。气象专家提醒，根据欧洲的预报资料显示，3月29到4月15，落雨机会是真低。提醒民众，备忘除了要注意日头真大以外，更加要避免引起火灾。那因为现在是很严重的枯旱期哦，所以请大家如果说在焚烧之前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那个小心火烛哦，避免造成引发一些这个火警这样子。气象专家表示，春天的天气预报较有变动，需要继续来观察。只是即阵的资料显示，4月12日之前落雨机会真低，了后状况也无好。即阵来看4月份整体雨真少的机会，其实是真悬的。记者综合报道。4月7日开始，台中、苗栗、北彰化会开始限水，送水5天，停水2天。游泳池业者嘛真伤脑筋，有的是拍算讲要甲护路径先关起来暂停使用，有的是考虑讲规期停困。有真侪民众嘛准备要先捞一寡水欠起来，所以嘛传出讲水桶是袂甲无货。到连伫游泳池内底甲来上游泳课的囡仔，也未少民众是每天固定到游泳池来运动。不过因为节水，业者已经先加水位降低，并且限速人客洗长的时间。也毋过清明了后，台中苗栗北彰化就要开始供水5天、停水2天的限水的做法。游泳池业者也考虑要直接甲洗身躯先甲关起来，让人客家己回去厝的洗身躯。其实我们已经很早就做减压的动作。那如果真的是到最后没办法，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水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淋浴部分，我们只提供受教部分，其他的淋浴可能就会关闭。游泳池业者表示，降低游泳池的水位是为了避免水溢出伤多，造成浪费。上摆状况就是考虑暂停营业。伫中央有过水情转红灯了后，限水的所在出现抢买水桶的情形。卖场这2天水桶拢卖了，也赶紧向厂商来订真侪水桶，供应民众的需求。第一天影响不大，第2天就会有影响到啦，因为大家都抢着用啊，第1天一定会用完。因为我们要停水了，对啊，所以会紧张。因为缺水，大家都要用桶子储水，然后用水瓢舀水。五金百货业者讲，若是各式的水桶，即阵只要是会使抵水的物件，像是塑胶的抵物件的箱啊，因为有链啊，较方便刷叮当，也袂少民众来买。而养水的壳啊，也拢袂甲欠货，大家拢想要提早来做好准备，度过即摆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超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讲到，健保给付会有2大改变，未来当照养护机构嘛会使申请给付，嘛拍算要甲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领域嘛纳入健保。陈时中强调讲，健保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为了咱个人的健康。再来看中国时报。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底要举行，更唔知影咱国今年敢会受到邀请。伫美东时间2日，有一场对抗伊波拉病毒的视讯会议。咱驻美国的代表肖美琴有受到邀请，嘛甲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同齐出现伫线顶会议。再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党昨举办福宪保台论坛。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伫会中讲到，国民党唔通惊得罪北京，大部分的台湾人拢合话美国，这嘛应该是国民党应该要有的共识甲态度。再来看，昨咱国内增加7个病例，拢是境外带病入境的，其中有一个台湾的补习班老师，伊是对美国回来，经过4个月才验到病毒。指挥中心是指出了，这老师接触过有22个人，其中有17个验无病毒，有5个人在等待检验的结果。
国内新增加7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分别对印尼、美国甲菲律宾入境。指挥中心表示，案例1015到案例1019，5个人拢是印尼籍20多岁男性移工，3月测试来台湾，一直到24第2摆自费采检了后才确诊。研判应该是在境外就已经感染，处于这个时阴时阳的一个情形，是有掌握8个接触者哈，那其中6个人是同行一起去坐专车去采检的这个渔工列为居家隔离哈，那另外有2位是这个司机的话是列为自主健康管理。境外移入内底要个案1020，是美国籍40多岁男性，在离国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自费采检了确诊。案例1021菲律宾籍30多岁男性移工。是在26出关进前采检了确诊。另外个关心的案例1012，本国籍报告老师对美国返来台湾122天了才确诊，是这种为止返来到确诊天数上长的个案。指挥中心讲，本人已经解除隔离，个案接触者22人，其中17人采验结果阴性，5人也在检验中。他本人按1012的话，因为在住院的期间，其实已经一次 CT 值36，一次 CT 一次是阴性，所以已经符合这个解隔离的条件，已经经过我们网区指挥官的同意解除隔离。那他的这个因他而居家隔离的1位也因此也可以一并解除隔离。另外，国内开始注射 AZ 新冠疫苗了后，指挥中心讲，26超过2000人注射疫苗，出现13件不良的反应，其中4例比例最是严重的不良，有真喘，也有起红粒仔这症状。而即阵已经有9232人注射疫苗，总共有27件不良的反应，大约是0.3%。记者综合报道。部长陈时中最近接受媒体访问，讲到这么长的讨论，未来放练边境的管制，未来有做过中国疫苗的代商会来减少因隔离的时间，算是承认中国制疫苗。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只要疫苗有合标准哦，袂因为政治的因素，就对中国疫苗大洗目。国内 AZ 新冠疫苗开始自边境管制有希望放零。卫福部长陈时中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未来入境人摕海外做疫苗证明应申请，减少国家检疫天数。各研究要承认中国疫苗，行政长苏贞昌也表态，未因为政治因素就白摕中国疫苗。中国的疫苗，我们也都注意关注，只要符合这些标准，我们不会因为政治有任何的排斥。苏贞昌表示，这疫苗应符合标准，维护个人健康，无排斥任何疫苗。但是当表示，无路径因为政治判断介入，加入无谓的辩论。不过目前拢也伫内部专家讨论阶段，只是中国疫苗到即马拢无得到 WHO 认证。中国疫苗的一个实际上临床试验的结果还是不是很清楚。他们有的疫苗有第1期的临床试验、第2期临床试验，但是都没有最终的临床试验的报告。这方面我们希望还是能够取得这方面的资讯，然后我们开启国免的话，才会比较放心。放停边境管制有2阶段目标，第1阶段国内疫苗注射率无够时阵，入境者提出疫苗证明，有机会为14天国家隔离减少到7天，为防止提过做证明出关进前，也是检 PCR 加中和控制浓度。那疫苗注射率超过60%，所有入境者都变检测。开放国境的一个时程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呢。即使打了疫苗，也不见得100%安全。所以我们除了有一个疫苗免疫力的证明以外，可能还要评估说，他所来自的地区是不是还有疫情。不止入境管制有希望解封，国界也关心是不是应出国观光。专家讲，会使评估当地疫情情形，伫放零时间定案进前，恐怕也有真侪难题要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昨是缅甸的军人节，也毋过缅甸的军人昨一天伫全国各地杀死114个示威抗议的民众，其中阁有真侪囡仔。昨会使讲是2月7日军方政变以来上暴力的一天。缅甸反政变示威活动依然咧继续，礼拜六群众手牵手伫街路和平示威，真罕见无受到攻击。不过其实伫各地属于军方的缅甸安全部队继续镇压示威抗议群众。缅甸英文新闻一号网站近日缅甸统计，17军方伫全国各地杀害114人，其中有几啊个是囡仔。Of course,
They are the killing not only the people, they are the killing the elderly, they are the killing the disabled people, they are the killing the people who are the underage. Even they cannot speak well in that. Today, we can recognize it that 5 years and 7 years old children are killed in the grounds. 记录到亲像战场，一寡手无寸铁的民众伫一摆抗争当中死亡，也后边太平境的武装团体，但帮中建委员会出面谴责政变，各经过军方确实继续向示威者开枪镇压，各作为团体拢被置身事外。冇話เขา都險大哦，軍猛啲啲咧，เขา捉對嚟唔嚟？第7次緬甸軍人節，暗過軍場抗爭無減少，也互安全部隊大開殺戒，抗爭中70多人跪坐在塗骹無抵抗，意願互軍人一直拍，甚至用步槍拍斷邊個骨。714人死亡，也叫做軍方為2月7日發動政變奪權以來上粗殘的一天。慶祝軍人節顯示軍方強大兵力，暗過任何慶祝攏無法度暗含各種暴行，也閣引起西方國家強烈批評。軍政府領導人米萊昂表示，伊會履行舉行大選的承諾，暗過無告知明確時間。記者綜合報道。找找會館潘英敦昨是第6天，傳出民間發現親像會館身軀發報器的信號，也毋過軍方趕到現場並無發現有發報器。軍方表示，目前發現的大赦野椅，佮有救生衣頭盔，攏確定是潘英敦會館的物件。軍方嘛強調講，找人的行動會閣繼續。下去的時候，人員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當地人員針對片頭打往動寮方向做水下大盤甲鹽盤走找，同時紅潮無人機也佇九坪中科院山區空中走找。救援 F51失聯會館潘英尊近日第6天行動繼續，因為前一天有民眾好親像接受到會館定標器信號，軍方初步查證找無相關的信號，會繼續找找。叫了電戰2中隊手持的接收器來做南人地區的電磁波的搜尋，並沒有相關的訊號。今天我們還是持續請電戰2中隊持着接收器在附近的相關海域移動它的測點來繼續做搜尋，看是不是有這個電波的發射。民間自發來找找也無停止，恆春半島水上活動業者騎水上機車去風吹山海峽找找，因根據過去的經驗，研判這所在幾率較大。導向的就是安尼落來呢度風吹山嘛？係啊，因為這已經有2個案例一個是風台前落落滑落海，結果風台走後2禮拜，直接出來。撿到這一塊。早起10點半，樹林村回港，參水人員佇片頭打南邊找到一領破去的衫，互所有人員謹慎確認。毋過經過指揮所證實是一般的海漂物，甲失聯會館無關係。下晡各向較南邊的海峽找找，目前無任何結果。記者綜合報道。昨高雄基頂一間造船廠舉辦新船落水典禮，也毋過700棟的漁船打落水，規隻船就歪一邊，半邊的船攏停到海裡。後來是先將這隻船拖轉去造船廠維修，變船的原因愛閣詳細調查。伫炮聲中，大型漁船慢慢落水，毋過就佇個船體入水了後，煞向倒邊起過去，規個船都佇水中，互現場觀禮民眾驚一條。船起去了後，抑閣一直佇個航道漂流，岸邊的人是真緊張。為另外一個角度看，漁船半邊用要沉佇水中，邊2隻拖船趕緊將船誘回碼頭邊。700棟遠洋漁船盛權108號是委託高雄基頂一間造船廠打造，早起1點外佇造船碼頭舉辦落水典禮，毋過正拄落水，漁船煞向起去，高雄港警察都順路經過，馬上佇現場警戒。剛好適逢我們海上巡邏的同仁經過看到船隻傾斜之後，我們馬上在現場立即實施警戒救護。那並且通報我們一港口的一個信號台，請其他的來往船隻要注意避讓，沒有妨礙到那個正常航線。
对渔船出现原因，造船厂无愿意出面说明。根据了解，好亲像是船舱舱压无稳定，当时船顶有工作人员，好佳在无人伤亡。渔船原本按算4月出工作业，即马在延后，损失暂时无法度估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德关迪北有一寡公园的无障碍通道哦，拢防挡条的，根本是设计的，对坐轮椅也是3年无车的人来讲是真无方便。最近就有民意代表接到民众的陈情，嘛是坐去公园来试轮椅出力的状况，那么做回来看卖。坐轮椅想要入去公园，却叫涂骹顶悬的路障挡条。得甲轮椅翘起来，才有法度入去。真侪身障朋友甲塞囡仔车的家长，感觉真无方便。很多那个不方便的人都没有办法进来。其实有一点点障碍，我们可能就会跌倒，我们就会不灵敏啊。那我们是强烈建议有这一些设施都应该要被拆除。你看，我碰到了，你看我卡到了，卡到了，不小心老人家跌倒了。另外一边还有倒梯仔做的路障。虽然讲轮椅会当顺利出入，不过顶悬的设计嘛是小可去砸到陪伴身障者的人出入。为了防止机车进入，可是却让更不方便的人更加窒碍难行进入这个公园。我想我们竹北是一个友善城市，这个路组的设计是否恰当，需要县市政府做审慎的一个评估。其实路阻它是占非常小的面积，但是它却大大影响所有人的行得通的权利哦，尤其是在娃娃车、轮椅者跟身障者。台北市公所表示，下礼拜开会讨论拆除路障，卖另外各找办法来预防奥多拜出入，袂阁去影响到民众的通行权利。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这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